伫台湾有的庄头新民咧绕境大拜拜，一定爱请戏班来闹热。舞台顶的演员拢穿水水，搬一出搁一出的戏文，有的唱了真好听，有的演技感动人，有的是人倒人唱，人甲真精彩，互大咖的观众拢看甲笑嗨嗨。人生亲像大舞台，哭出笑亏拢总来。也那伫台顶看起来真迷人的演员，伫台骹是挂无闲、挂辛苦的。这是阮私人的人，吼，私人的人内底拍开，这是잔啊。那잔啊有一寡细粒物啊，普通时会直接用到的物件，就会放伫较现的，吼。啊，想讲出门嘛，一定要扎一个针线，补一个阮的迄网无舒适的。才放裤带，啊，像我是团长，内底有一寡重要的各庙宇，也是讲各所在有一寡便当的名字啊，啥物，伫遮摕咧都有。这是咱做歌戏的头盔啦。古早老一辈讲袂用去坐伊哦，因为这内底有放足侪后皇帝，搁一寡做官较重要的物件，哦，啊，搁有。啊，像这是阮的太子爷，真重要，就是袂容易去甲伊吓着。一般的面戏演出拢是做话戏，伫咧开演之前，演员就拢爱先听戏，听看今仔日要做啥物戏出，倒几个站头，嘛着爱看今仔日有偌济人，阁有小生小段的比例来调整戏出。啊，今仔日叫来的演员。到底我是叫小段较济，还是小生较济？啊，我要安排啥物出头去做，有下这个演员啊做出来的戏才会好看。收背完了后，就是咱两个拄阵，不阵小妹，咪去兵环家你来，吼，退兵你去，唔紧拍你败，让我对，吼，唔是对手献空声价。去关，吼，即马王教委准备要进关的时头。演员哪听戏，哪化妆洗头，就是要赶伫咧好时好日开始扮身出戏。有的剧团保留传统古老的风格，嘛有人对流行创新。高机上原早，伫阮学戏的时阵，老师教的就是拢高机啊。即马要扮即种的吼，足少的啊。即马是拢阮这代才有咧放啦，啊！你若年轻一代吼，第一，伊无大像阮安尼讲会着；第二，你要用嘛，无迄种物件。伫台顶除了演员爱有18个功夫以外，各种的服装、头插、道具嘛拢袂当欠缺。今仔日，咱就要带各位观众朋友行入后台，拍开戏廊。做伙来看因的搬戏人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常常听人讲一句话，讲做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亏拢总来。这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这个台顶搬戏的时阵吼，有人讲吼，台顶有这款人，台骹就迄落人。也若讲到这个歌戏的文化是万底深坑。咱正做一个观众朋友的时阵，徛伫咧庙埕看歌戏时阵，总是会走去后台甲人偷闪。也今仔日这集就要来讲这个。歌戏的后台人生，今日邀请到两位内行人来到现场跟咱开讲哦。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台中小金曲歌剧团的团主，而且是我学歌戏的老师，欢迎林美秋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的呢，青年才俊是这歌戏的研究专家，而且是歌戏服装设计师哦。欢迎咱的池上phong池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要讲的这是后台部分。当然，我先配拍开啊！这卡是啥物？这卡就是咱歌戏吼，每一个演员拢爱用的，这个就是戏囊啦吼。也不过吼，这机关唱伫仓库，其中表演过。老师啊。你应该是自细汉伫你妈妈腹肚底就伫咧听歌戏啊，对无？这是当然啦。阮妈妈吼，
13岁的时阵就去学歌戏，所以咧，阮妈妈伫咧唱歌的时阵，我就那咧背伊的剧本、伊的口碑，啊学迄咧唱歌。哦，我是听讲妈妈就是小金鸡本人就对啦吼，所以你的团名迄就是妈妈的名。妈妈是因为是学高家戏对不？无毋对，嘿。所以其实老师，其实你在这学戏这过程当中，伊是吸收到真侪无共款的这歌戏、这戏剧的素养。因安尼请教老师吼，一开始你是先学小生或者是小段？其实小生小段我拢总学，因为较早吼，内底演员咧前辈，多唱的部分都是较无去学习到，啊，所以阮有一批会白戏囡仔，啊妈妈有请这个老师来伫咧甲阮传教，所以若下晡时啊，就阮这少年的当遐拍刀枪，当遐摔来摔去安尼拢互阮。哦，所以就是拍刀枪，就是遐拍武戏拢拎毛去就对啊啦吼。也既然就是讲吼，拍武戏啊，穿我一寡拍摄的衫，较等下就请讲哦，迄拍摄的衫有特别迄个穿一束要来拍摄的啦吼。要另外要来请教到咱的祥峰啦吼，就是讲。你嘛是足少年啊！你其实本身嘛是无迄个戏剧学校的背景，嘛毋是讲戏班囡仔。你是安怎去接触到歌戏啊？其实我自细汉的时阵都非常介意歌戏啊，我也是看庙口歌戏的时阵，拢会偷偷去看人去安怎装塔。尾安尼就是对歌戏非常有兴趣。我这种的叫做软倒开啊，老师这种拍卡声迄个拍卡声学起来，所以阮无共款所以就尾也去落去戏班内底学戏安尼是。所以自细汉对歌戏就足深的足介意安尼。对所以你就是有去遐学了，人讲知影讲你会晓做衫，人才开始做衫，也等于讲你开始做你家己头一领衫对。对，因为外台歌戏就是阮讲的名戏这个部分，大家拢爱穿家己的服饰所以这部分的时阵变做阮家己，因为迄当阵拄学戏的时阵，学戏囡仔拢无啥物钱所以就是为着要家己省钱，所以家己开始做衫安尼。对。目前到目前为止，歌戏上介主要经济来源，共款是做面戏嘛，上主要是做面戏。也毋过在英国时代就是小金鸡歌剧团在英国时阵有经过着这个内台时代啦其实，在今仔日这再来这张文，这个就是讲古早的版本也安尼想要请教老师啊，就是讲你对这个内台歌戏，恁爸爸妈妈甲你所讲的有偌济？较早伫咱台中落舞台的时阵我就有去后台看。真正就是戏班是一个总经安尼，网打一格一格，假设你小生困一格，我小段共困一格，无共款的形式。那爸爸妈妈较早是学高家戏，因为就是去学天宝欣，这讲做秀山妈妈甲我讲的。因发觉讲爸爸甲妈妈袂歹，就甲请去内台。然后就是讲，因为落寞阮爸爸就卖杂货，妈妈咧卖化妆品。到尾就有一寡伊的朋友就讲足可笑的，安尼就全拢无做歌戏，内台收起来嘛，拢才去整这个小金鸡歌剧团。所以小金鸡是伫咧几年整的？54年。民国54年，所以小金鸡得要60年了，对啊，然后得要60年现在老师继续拍片，我嘛甲老师继续支持落去啦因为我看到这是妈妈嘛，小金鸡这个小金秀嘛。对吧？这小金秀爸爸伫遐对吧？对。其实迄阵内台时代时阵，就是足流行，甲这小生小段捧到就亲像咱即马迄款偶像团体共款啦我有去查这个钦明戏院是咧台中大安迄个所在，台中大安迄个所在。你想要请教就是祥峰，你就这歌戏的研究这个内台通常爱看啥物伫内台的时阵呢，因为伊是室内的所在，所以因为伊受到一寡海派的歌剧的影响，所以搁一寡福州戏，所以伊呢除了有武打戏以外，搁上重要的就是有机关变景，就是讲较早有什么清水河景还是金龙透水这等等的，还是拍剑功这种的部分，伊就是为着要互吸引观众，会当搁拍票继续搁看落去，搁上重要的内台拢会做连本戏，因为就是讲请看后集。
哦，就是大家就会愿意搁拍票，搁未来搁来看，啊，所以就是这个有这个连本戏甲这个机关变更的部分安尼。玉帝结果如何？请看明仔载吼精彩四人柜争当啊，看这出要继续甲伊做落去吼。也当然啦，这是内台看机关变更，也那外台是爱看啥？外台咧，因为受到环境影响的关系，啊，吼人客拢是人来客去，啊，就是拢无一定固定伫迄个所在，所以咧。演员都有可能会用伊的服饰啊，还是伊的装塔啦，来去吸引观众，和观众会讲去用目睭吼去看到演员讲哦，安尼足水的，啊，就先坐徛喺遐豆豆甲看甲欣赏安尼。对。要请教到美秋老师，你真做一个团主。三不五时，我看你讲一时间规台湾走透透啦。想要请教老师吼，做一个团长爱负责什么款的责任？负责着演员伊的生活、伊的收入。所以演员的时阵，你爱去找戏咯，啊去拍客啊，吼，这就是客约单，吼，啊看今仔日去，咱是有要办三仙，还是要水八仙，拢印伫遮，然后时间上甲伊讲好，啊等到你要去做的时阵，你搁爱看讲你的演员的准备，到底咱是人数是做小声较济，还是？小段较济，啊是讲这个部分，伊要看较现代，也是要看较古早，拢爱应伊的要求。对，啊，所以其实你嘛爱去装这演员嘛，大日子的时阵来装演员嘛，对不？所以你8月15叫无人拢会叫我嘛，对吗？大日子啊，所以我是大日子的小生啦吼。也安尼，亲像老师你若叫祥峰，甲我去甲你做戏，安尼阮两个算啥物啊？拍破落。拍落是啥物意思？就是毋是在业的演员，还是外调的。哦，所以叫做拍破落就对啊吼。也安尼，老师你真做一个团长，是毋是共款爱去拍戏咯？当然啦，系啊，戏路你无去拍，就无迄个来路，互演员收入，安尼伊要带伫咱的团队会带袂久。亲像拄仔美斯也有看到迄款头盔人啊，也就是讲扮身的衫，遐拢是头家家己爱负责的，对无？无毋对，吼，咱的上起码你好落收三仙还是水八仙，这网的物件就是拢爱咱家己准备，啊，佮有头盔，嘿，啊，如果你若讲演员家己要穿较水咧，吼，啊，就爱佮家己私人去做。对，啊，其实团长爱负责，啊，佮遐个灯光、音响啊、布景遐拢是团长爱负责的。啊，拄则老师讲到吼，迄衫啊，准备较水的，就是爱演员家己做。啊，演员家己做时，就会去找着你啊，对不？也安尼想要请教祥峰吼，助理的研究吼，迄个演员吼，一个演员伊即个人通常有几卡？以目前来讲啦，通常你也做到登记，咱讲登记就是头手小生，还是苦段，咱讲苦段就是第一女主角，女主角的时阵，通常拢一个人拢差不多3至4卡的人伫身躯顶，佫有伊可能佫有一卡较细卡，有的人讲叫做坐起就是会当坐的所在，有一卡就是伊的镜带，其他就是放伊服饰的部分安尼。所以就是讲一个演员，每一个叫嚣无共款的。叫嚣又无共款的需求的时阵，伊的人数就愈来愈多，安尼。下岗班甲北部班，迄个人的大小敢有差别？下岗来讲，人较矮淡薄啊，因为因的卡车较大台，都用讲人车啦，就是讲因的塔车较大台。过北部，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大家无可能大家一班拢有家己的人车，所以迄个人车可能是迄种共透搬厝迄种的3栋半迄种的迄辆车，所以伊的人会做较悬淡薄啊。过伊的布景就较缩格，伊就可能是用软景，毋是用硬景。伫下港中南部的所在，你有可能会看到有硬景的部分，因为人车较大台，所以因会当放硬景的物件就较济。对。其实咧，人车对一个歌戏团来讲是非常重要吼。等于讲，所有的人这个就是讲，因专家这个工具吼，这个戏人啦，吼，这个硬景、布景拢全部拢伫咧内面吼。就等于讲，大家拢是规车，甚至听讲有的人吼会坐人车对无？对啊，如果伊即摆又搁无讲。交通真方便的话，伊就会坐戏人。若古早其实有一个团结性。较早交通较无方便，10外个演员伊就是干那坐伫即个人车当坐起落人，生活拢伫外口困，嘛真罕尼倒转去。
吼。啊，毋过即马有诶想讲方便泡泡落啦，啊，就啊，家己诶戏服啦，吼，啊，伊诶头饰啊，就放动车，伊安尼开较方便啦，要摕嘛较方便。对。啊，当然啊，这演员哦出门在外，有当时啊去迄个所在一做做1礼拜5天10天吼，啊，甚至讲一位换过一位吼。啊，心肝头的迄个保庇就是咱请咱的老爷公啦吼。是毋是请教老师？恁到即马还佫有甲即个老爷公请咧对咧戏班四界奔波安尼？当然哦，老爷公是阮的精神保庇啦，有请出伊会感觉讲加足安心的。其实吼有烧香有保庇，有时阵是无形的，会当甲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亲像有一摆，我会车链去崩破，啊，咱崩破的时阵，伊是豆豆啊消去，啊，佫是伫迄个驾驶座，啊，等就变成讲是大事甲你化小，小事化无啊，啊，内底后壁佫有一个人。对，啊，所以其实老爷公其实就是老师，恁拢会不时甲这老爷公请伫戏班，对咧戏班世界去走就对啊。对，啊，有诶，若家庭讲有发生什么代志，吼，啊来到这个戏班的时阵，伊嘛会甲老爷公，甲伊请示，甲伊道谢，啊，其实真灵社拢会当保庇大家拢安全平安。对，也讲到这个歌戏的戏人内面的，究竟有啥物款的宝贝？咱先小休困一个客厅，继续来讲。讲到今仔日的歌戏哈，即卡号做啥？先请教老师。这样戏啦，戏人对不？对。也安尼华语叫做戏箱子，那叫做戏箱，戏箱。伫台语叫做什么意思？是，其实是戏迷。嘿，就我感觉我足欣赏你陈家豪，啊，你伫咧做小生，我真欣赏你。所以你到某一个所在，我会买服饰送你啦，我会甲你打赏金啦，拍金仔互你安尼。所以就是讲，你若足爱我，你就是我的戏箱了。对。所以其实戏箱。就是伫咧台语，伊毋是讲一个，吼，其实伊即个叫做戏人，但是你的 fans 就是你的戏星了，对啊，吼。因安尼讲到即个人啊，除了迄个米西亚老师有讲到，就讲人有一寡禁忌，除了就是袂当坐、袂当下，特别是偷窥人以外，即人啊，佫有其他禁忌无？当然有啦，吼，尤其是公司人。阮较早公司人吼，伊是迄种茶去顶的，啊，然后用这铁啊，较袂压着雨。啊，你普通就是讲。你一个演员袂用去困迄个公司人，你若困落去了，做困人。困人就是讲咱无戏谈好演，啊，也佫有这人你袂用甲踢落去内底冤家相骂。嘿。原来是安尼有这个禁忌吼。啊，即马这戏人拍开了后吼，这机关藏伫仓库内面吼，我先甲这个内面这烟甲伊摕出来。请教老师，这烟叫做啥物？这个。簪啊，这个是簪啊，对，咱每一届拢爱先扮身，才有做歌戏嘛。对。啊，阮的迄个年代就是拢爱绑大头，所以阮会甲大头就怎啊放伫遮掀起来，马上就会当用，嘿。所以其实大头就是咱后壁所展现遮的物件，是，这是大头，就是台湾的大头了，对啊。台湾的嘿。另外我想要搁请教老师，就是讲吼，我今仔看到迄个大头底啊，敢有这个较细粒珠啊，这是啥物？我想讲我做金项链，你也是王宝钏，我足可能厝的足善食，伊就会插这青青。插这青青吼。安尼我要请教祥峰啊，就是讲吼，台湾的迄个王宝钏敢有遮水啊，搁有迄个选酒啊哈。通常伫外口是以水为目标，所以王宝钏若是装了足水的。虽然伊苦手含药，按讲也是共款会插即种，阮讲的叫做选酒珠啊，是讲兄珠啊的部分。只是讲迄个色地面顶可能会较深啊，还是讲较无讲遐尼兄的色安尼。所以其实台湾的王宝钏是水较惊死人。对，这就是台湾的歌戏的特色吼。来，这个看煞，咱来看隔壁架吼。哇，老师你嘛有做小生嘛吼？这小生你用到这无？这叫做啥物？其实这个是小段，这小段咧用的时阵吼，家己头前，嘿，这个是小段，家己头前，这个咧？这个是小生。小生的兔天，兔天哦，兔天吼，这拢是插伫咧中的，对，中的吼，这个嘛是吼。好，来来看边啊，恁通常拢用啥物物件去甲因固定啊？这支是啥物啊？
哦，暗想讲器。阮拢讲迄三藏做学兵，嘿较现代嘿，都爱用这安尼甲吉的，啊是你主管嘛爱用这吉。因为这较粗较好固定，啊，这其实是布地针啦。哦这就是是较早提英国的提布地时阵用的布地针。哦，原来这就是布地针了，对啊吼。啊，另外呢，啊，还有这是啥物物件？诶，上车啊，双车啊，对啊。诶，嘛是咧固定头毛源的。讲固定头毛源啊，是讲你有珠仔头啊，小可固定的时阵，就是会用这种较长的双车啊。是长的双车啊吼，要安尼来看这个来，哇，这个哇，这物件精彩啊！来，老师，这是啥物物件？这作用是咧创啥的？就是你头毛像你即马安尼乱乱的时阵，你家用去用个清气上，会包咱家己的头毛，啊，再搁去打乌筋。把乌筋，呀呢乌筋就是这条，对这就是小生白头的迄个乌筋了，对啊吼。嘿，啊，搁有网边，吼，网边，小生搁有网边。网边就是这。网边你若讲要甲算账的时阵，一定要有这个先拍落去，啊，再来用迄个乌筋落去。嘿，这就是网边，吼，这就是网边吼。了，因为老师你都也讲到一项物件叫做上账。散账，散账我要提出来哦。来，这就是嘿，散账。上账。对，算账爱用小水心上账。对，啊，通常老师用这个角色的时阵，伊是什么时阵会用到散账？落票，哦，嘿，咧落票的时阵，落票的时阵用散账的对啊嘿，足可怜的，嘿。来内面我继续甲伊晓出来吼，老师，这就是咱通常做歌戏的鸭啊，大马虾吼，也当然啦，这就是台湾，这是大马虾，啊，搁一种是，哇，这台湾才有的吧？是啊，落去要穿布灵布灵，吼较水咧，安尼用繡的。系对啊，用无是拢黑色做的。官的人，做官的小生都会穿这种，系啊，穿蠓的拢会穿这。哦，对，穿这吼，好来，啊，搁再来就是讲，拄则咱讲到迄个小段大头的时阵吼，袂记介绍一项物件，就是迄个小段伊的迄个头前啊，是迄头前拢会一圈一圈一圈对无？哎，毛裤啊，迄个毛裤，迄就是用这头毛可以去去捏出来。捏这个形，对，捏这个形出来对无？对。嘿，啊，老师，通常这头毛是安怎来的？这拢是家己的头毛加落来，你会留到某一个程度加落来，嘿，啊，落去做这毛裤啊。哦，以前嘛是啊，像你这布仔掌，我以前我嘛头毛拢是安尼留来做布仔掌，嘿，这头毛拢家己的。哦，这是正头毛的，对，拢爱正头。正头毛，对才袂拍干。这边拍干的对啊吼。嘿呀，老师这内面这是包啥？嘿哦，菜龟布，啊，菜龟布吼，较好拄，啊嘛用的较轻。较轻。较轻的对啊吼。所以其实这个形体伊就是落落去后壁安尼吼，啊就是套迄后壁有无三件迄个圆圆的箍迄个顶头吼。好来，呀，搁再来啊，做些小生小段以外呢，做小生吼，啊，搁有这个，哇，这无用的呢。来，这有啥一片的这是啥？哦，这是头前，诶，小生伫咧小生用的猪仔头，小生用的猪仔头吼，所以啊个这款的吼，这款哇，金光闪闪，对，金光闪闪诶，吼。内顶就是爱鸭头。鸭头，但是鸭头吼，啊，搁再来，因为这较冷啊，较细较，所以咧，伊内面在这个服饰啊，拢是这款较传统的较细，较传统的，古老鱼的穿的较济。对，对，讲就是古老是较济吼。啊，其实咧，想要请教，我想要来请教上方啊，就是讲吼，为什么这古老的迄个戏啊，这戏服吼，拢会凹伫咧这较细卡内面？因为古老鱼的衫呢，伊其实拗起来了，伊拢较笔直，就较细细，那豆干安尼细细细细角角的尔。啊，因为你若变体衫，也是讲咱暗时像讲乌皮啊穿的迄种的，伊就较牙筋，伊就较大尔，所以变做伊的迄个寸袖就变较大的时阵，变做你要放在笼内底的时阵，就爱较有较大块的笼来去放安尼。所以通常伫台北港来讲，伊古老鱼的，就放一块，咱袂输咱讲的豆干笼，因讲好做豆干笼，就是伊个四角形的，啊，伊通放只古老鱼的衫底底。对，好来，遐
也讲到这个歌戏吼，其实伊的迄个唔哪济，伊的服饰伊当中有小可演变以外吼，包含在伊的迄个化妆的这个部分，伊嘛有小可演变吼。老师这位是嘛是恁妈妈了对啊，伊这做关东大夹的时阵翕的。关东大夹已经算是较欧佩拉戏，欧佩拉戏的造型吼。当然啦，除了这个欧佩拉戏的造型以外呢，想要请教老师，伊迄阵因为迄个化妆的化妆品是安怎来？伊是用一个红印膏，是白白哦，白白粉落去煮，落去煮的安尼抹，对。若是迄白白，拢是用乌烟，乌烟有的就像是讲用鼎吼，安尼家烤烤的。较早古早有兄大灶，因为伊兄久了，伊的鼎底烤烤的伊的乌的迄个乌烟，就去头拄老师讲的迄白印膏，迄抹，较早较困苦的时阵，听讲是用迄种人的画斑马线迄种的白色的粉落去搅的。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古早歌戏伊的三种色其实干那乌白红三色。红就是迄个烂圆的时阵迄种的啊，落去用的。对。焦糖落去煮。焦糖落去煮了对啊。吼，安尼我想要请教就是讲祥峰啊，就是讲吼，像这个小段的造型啊，伊这头前这一箍一箍应该就唔是毛裤啊，对无？对，因为英国吼，其实有当时啊，咱家己的头毛，因为较早内地时阵，无一定大家拢有遮尔长的头毛，通好留落来做毛裤啊，也是去做头套所以这个时阵，因为较早前辈啊，因都非常的巧，因都有的人就会去加迄个牛皮用乌用牛皮搭在面顶那个用迄个乌筋甲绑起来其实甲效果就甲迄个毛裤的效果是同款的。对。要不来看这张相片，就是小生的相片吼。其实这个小生的相片，伊其实传达真侪迄款伊想要表达迄部分吼，就是讲，老师迄个时阵小生是流行用啥物款的造型？造型就是头前要用美人尖，才有油的。对，是。了安尼相逢，其实这领衫是毋为迄个历史代表？对，因为尾啊歌戏伫内地时阵，伫后壁的时阵，因为都无迄个大陆的会员过来时阵，有的衫伊就拢用改做用假皮啊，就是像后壁迄种用假皮啊，落去填迄个皮啊面顶，用一块皮啊，然后咱讲的鱼兰塔去塔做一个无共款的形，看画龙的啊、画凤的啊，拢有就是这所以历史上，所以歌戏开始为内地开始都有用迄个皮啊落去做衫，就是这个部分。对，而且迄个小生真重要，就是要有一支盔线。对。所以真侪迄个小生拢会买无共款的迄个日本盔线来配色的对啊。也搁再来看这张，哇，这张抢到就是祥峰啦，就讲这款的造型，敢有受到别的戏剧的影响啊？其实歌戏就是一个那煮火锅共款，伊看到啥物物件好食，伊就甲藏在内底。所以无每一种的戏剧伊拢有去甲吸收，像黄梅戏啊，还是讲绍兴戏啊，等等，还是京剧啊，等等，伫迄当中有流行啥物款的，大家都会拢会甲接在内底。所以像伊这种的，都较有当时会去受到一寡电影啦、电视的影响，所以伊较又无变做，伊本底是大毛裤啊，尾啊伊无大毛裤啊，伊可以用画刘海的，就是这个所在。所以有当时伊嘛做干那，伊嘛伊这头毛敢是用家己的？头毛有的部分是用家己的，有的是用乌烟落去画。所以其实迄个时阵，唔那流行画刘海、画美人尖以外，其实伊嘛受到迄个别个戏剧迄个潮流的影响做出家己的造型其实，在今仔日这现场当中有炸真侪领戏服是咪当请老师甲咱简单介绍讲边啊，在你的迄个边啊迄领乌色迄领衫其实迄领衫我感觉真特别就是伊是两领衫。伊是两领衫，这两领衫是打两领哈。我来讲这书是贵族于下山的时阵有时阵你咧跑马，你若摸一个领节啊出来安尼，会颠到功夫，而且佫较有派头。等下你要打擂台的时阵，你才甲这领节啊烫掉，另外迄领就是讲。普通啦，你是官家副主地，你有功夫，但是你请出门的时阵，你会穿大马少大扮的，是古册戏啦，无白头，下到时啊拢打乌筋尔。等下你要甲人冤家相拍的时阵，你就甲大马
烫掉。汤掉，嘿，爱内底是母心的，嘿，对。对，也安尼，我想要请教上峰，就是讲吼，咱歌戏通常迄个色水啊，比如讲五色棒，就是红、白、乌、黄、青嘛，就是这五色嘛。对。但是在歌戏里出现一款柑仔色，吼，为什么会出现一款柑仔色的这款形态啊？尾啊，就是讲有这种柑仔色，就是讲有夜光的效果。嘿，有较早伫外头去的时阵，有迄种阮讲的乌人灯，乌人灯接到这种的布料布身的时阵，伊就夜光的效果，观众会看到讲哦，这件衫足显目的，无共款的效果伫面顶。所以尾啊，就是讲色水愈做愈济，逐项偏色拢会去做，就本去敢有正色尔，就是偏色来去做，因为为着要讲观众感觉讲有新的无共款的效果。就是安尼是。对，也讲到这个歌戏做的戏风哦，是愈来愈侪变化。也究竟这个歌戏对着时代的潮流，伫咧改变的时阵，这戏风也个装它会有出现什么款的变化咧？咱先小休困一下，卡听下继续来讲。看到这群小朋友动作遮尔整齐，对老师讲一句唱一句，伫南投德山的延平国小学生正咧学习歌戏的唱调甲骹步手路。歌戏的课程已经是南投国小甲台中新兴国小的特色。美术老师投入歌戏的教学，嘛已经超过20档。伫这当中嘛培养袂少歌戏的新世代演员。为国小入去到戏剧专科学校的国中部，一路到大学，真侪少年演员拢是美术老师看教的。那迄当阵我是真单纯，想讲干那去教歌戏，互囡仔熟悉。然后就是我内底有真侪囡仔，吼，伊就对这有兴趣，就转去读这个戏剧学校。我演互恁看，大打刁民，更加藐视公堂，歹规教子，歹人教言语，命令将过往甲人亲将的不义之财，拢摕来起五堂，放开学路做好百姓，令夫妻好也是不好。啥土产拢掠无啊，阁会花遮侪钱哦？喂有，哎哟，好啦好啦，咱知影唔对啊啦。即马真侪学校拢有开设歌戏的课程，对学校来讲是一款特色，对歌戏来讲嘛是传承文化的机会。阮这个歌戏有迄个断层很严重，接袂起来，所以那伫这个教学会当推动着歌戏，互人去甲伊熟悉，一寡的人才，甲一寡的观众。无论是制作一丝一丝的戏服，伫布景顶头一张一张镶金的红纸，也是地头请剧团来做戏。靠歌戏1千的经济，一直拢存在伫咱的生活当中。对古早的咿呀会到现代观众甲演员的互动。戏台顶的付出，甲戏台下的支持，到今拢无改变过。伫咧头拄则，咱有讲到迄个歌戏的造型，其实是对着时代潮流伫咧演变。啊，亲像在我即摆边仔即个相片哦，即个画迄个妆吼，就甲亲像咱拄仔顶一趴所看到迄个画妆的形体甲方式，拢有小可无共款。想要请教着祥峰吼，亲像即款画妆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时阵会出现？这就是尾啊出来外台歌戏了后，受到电视的影响，电视中，然后因为迄当阵有迄个电视歌戏，电视歌戏的时阵，因为有迄个电视中因为观众演员就会看到讲，有为即个灯顺，就是即个双眼皮的部分看起来，目睭会变甲有够大蕊的，所以开始就有化妆品也愈来愈侪种，所以就变做大家拢QQ 做伙，可看起来即摆即个造型安尼说。对，这就是美术老师你本人嘛吼，这大概是几年前的相片？哦，差不多25年前啊。我还搁做查囡仔的时阵啊。哦，好，莫甲你害，莫甲你逼吼，来，来看这个后一张吼，请教美术老师，吼，就是讲
这张相片是你扮啥物角色穿的？我做穆桂英，嘿，迄个穆家济出木棍的时阵，81年比赛穿的。就是今仔日就是咱后壁所在的这书吼，就是真个咱讲架就对啊啦，对，迄个就是大架，大架的时阵吼。这个差不多伫迄个民国75年时阵左右我做的，甲这栋间，历史完了40年以上。对。要安尼想要请教祥峰，就是讲吼，这个架迄个形体吼，包含迄顶头迄个花草，其实论真你家己详细去甲看。其实伊即个形体迄个花草吼，其实甲中国因所穿的迄个京剧遐个架吼，迄花草是无共款。为什么台湾的有出现这么特殊的啊？因为台湾的就是其实讲台湾的节啊啦，还是披啦，就是即个古罗戏这种的衫，伊咧绣的时阵吼，特别讲究讲伊爱滚迄个金葱的线，因为你若讲较大陆的，伊是滚迄个金条啊、金色的线尔样。按过咧，咱啊台湾的绣，伊就会加迄个金葱线落去做伙绣，为着要去台顶看起来较显目。啊，过来就是讲台湾的绣，吼，迄当阵咧绣的时阵，台湾过咧绣的时阵，伊的花草会绣较满。为着要互台顶的观众，互大家看，吸引观众可以看到，所以就看美秋老师伊这面顶的伊这个架，伊的花草就会非常的满，而且伊的色对面顶的伊的选择会较济，较无讲较高色，伊会变做侪配色做伙安尼。真像拄则也是开始讲的外台，就其实是看服装啦，吼，就是讲要互这观众没有直接目睭所看到，其实就是满满的视觉的款感觉就对啊，对。也除了这些绣路有一款的改变以外呢，其实伫我的卡夹片后壁吼，真正这个绣的共款就是这个变体形式开始在渐渐做变化。请教祥峰，为什么开始有一款的变体形式？有变体形式就是尾啊，拄开始的时阵，其实服装的迄个款甲内底拢差不多，就是较行吉的方式。啊是尾啊咧出来外台了，为着要选择，就是讲请戏的愈来愈侪，大家互相竞争。那就是讲伊服饰的面顶，伊就加较用心。啊，所以演员甲做衫的人，就会互相去研究，讲我要哪，互我伫台顶的时阵，互伊看起来较大班的，互看较明显。啊，个主要就是讲咱歌戏内底，就是讲查某的小生较侪，只有查某的去扮查甫的，所以伊这个镜架头的所在一定拢会较矮细，所以想要互伊看起来较开阔的时阵，伊就面顶会加较侪物件，啊，所以伊就阮讲的这种砍尖的方法，或者是看起来伊的镜架头较阔，伊伫舞台顶的时阵，伊的分量就较侪，看起来足大班的，所以伫外台戏来讲，就是爱衫头爱看起来爱大班，来吸引观众。对。也安尼，我吼一个问题吼。以祥峰你的研究咧，为什么小型小段一直合衫，啊，佮甚至佮有出现迄个类似迄个精盘衫、情侣装的这款形态？这就是因为尾啊，就是大家讲爱衫爱配色。拄开始伫内底时阵是情侣，就是讲两个人是有情人的时阵，有感觉的时阵，两个人穿同款的。按讲到外台了，就是要互观众朋友，因为客人用人来客去真济嘛，所以要互伊马上就发现讲，哦，这两个小型小段，两个人是有要咱要端来，所以两个人都会穿同款的衫，同的色水。啊，所以就讲是一个是讲一个是穿裙，一个是穿这啦，就是两个是无同款的身份。按个伫这个部分的时阵，互咱观众就是马上就知影讲，这出戏大家倒位甲倒一个人有关系要发生安尼。啊，过来咧就是讲演员为什么会合这么侪衫？除了是为着戏出的关系，就是因为戏出愈来愈侪变化。过来就是像美秋老师讲的，讲爱对时代的行，这个。外台歌戏的服饰啊，其实也是一个流行的潮流，就是甲即马咱的时装共款，即马有人爱韩国的，有人爱啥物，按个就是迄个时阵，所以外台歌戏的时阵，伊共款的，伊的衫都一个潮流，讲即个时阵流行啥物种的，即个假皮啊，流行绣的，流行啥物形体，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你爱做出来，做出来了后，过来就是讲，你衫愈济，穿愈水，观众愈欢喜。啊，头先咱头前有讲到的戏箱。戏箱就会甲你赞助，所以你代表你讲你的衫侪水，就是戏箱有个赞助，代表讲你这个小生是玉道的，是赞的。等于讲表示有人在甲你捧的，对。也安尼，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也安尼
亲像说做衫一直做衫这款文化吼，因为我吼喺台北吼真侪足古来的吼足出名的小生吼，其实因拢一直咧换衫吼。安尼先请教老师哦，做暗时的戏吼，一工你捌上侪换几束啊？换差不多12束啦。12束哈，都出台走路的时阵，你爱换一束。等下搁要拄着小段，甲你谈恋爱，你爱搁一束甲伊配色。就是安尼一直换安尼。对啊，你讲一直换衫，互观众朋友看就对啦。是啊，我吼讲我一个笑话啦。我较早吼穿着水衫拢就无迄个机会。然后我做小段的时阵吼，我只有3台戏，所以我就争取吼头2台戏，上尾啊要出去死，迄个第3台迄台，我搁换一束水，搁出去死。大家就讲啊，你才要死，就爱穿甲遐尼啊水。对，你唔若要死，要穿甲遐尼水，你要穿足水的衫就去拍摄啦。你涂骹骨嘛是讲我要穿水衫就对啊吼。因为安尼我请教祥峰来讲，其实咱歌戏迄个绣路的包含就是讲咱头拄则有看到一领衫顶头有绣这镜片啊，到落尾亲像后壁这2领衫是你的作品吼。因为安尼这个规个风格，敢有受到别个国家的戏剧啊，就是讲电视剧啊，什么男做一伙会影响，就要演变做这款的形态出来咧。就其实吼，歌戏的发展过程当中，伊就是为着伊为着要生存落去，然后为着要趁钱，所以咧，因为要趁钱，所以最大趁钱的部分就是遮个请主甲遮个人客嘛，就是观众朋友。所以因为伊为着要吸引观众，伊一直加足侪物件要卖。即摆流行啥物，伊就加啥物物件要卖。像讲咱讲的，伊有为着讲要互你听流行歌，伊就甲你唱流行歌，正定即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因为都变做讲，足侪时代无共款的服装，拢有可能会当来内底用喺内底。所以像头拄老师看内底时阵有一张迄个关公界贴的迄个衫，迄度一定是足拍的，而且伊手是摕一支枪伫面顶，所以就无共款啊。这就是迄个时代无共款，因为伊就是感觉讲安尼足拍的，足新鲜的，无共款的，所以就吸引着观众，观众就会爱看，就是安尼先。所以各种国家的拢有可能会当放喺这个衫内底。对。也安尼，因为咱台湾就经过日本统治一段时间嘛，所以其实在迄个时阵吼，歌戏界有一句话叫做“单人拍死日本宝啊”，这是为什么啊？咱人拍是，这就是讲内地的时阵，日本统治的时阵，尾迄当阵经高压，所以大家拢袂当做歌戏。因为有诶较偏远的所在，因就偷偷演嘛。偷偷演的时阵，伊就讲惊讲有警察来临，佢当阵讲保证会来巡查嘛。所以这个时阵，因就开始内底先穿一领日本衫伫内底，外口穿古装披，还是讲穿即落。即摆单人咧拍 Q 珠诶新 Q 珠的时阵，这个时阵可能讲看讲警察来啊，大家紧来甲外口迄领衫脱掉，就单人落去拍，伊唱日本歌，我就真正就单人拍死日本宝啊，就是这个意思。对。也讲到迄个内面穿一领日本衫吼，其实在迄个歌戏的时阵吼，也常常看到特别暗时的时阵吼，又举迄个武术刀吼，穿迄个日本衫，这个是受到什么款的迄个历史的影响啊？这就是为开始演这个方面剧，就是咱讲的新剧啦。就是因为这个新剧的关系，所以有产生了乌片啦。乌片了，大家就开始讲因为迄当阵有日本统治，又是看到人迄当阵日本的时代，因为穿日本衫，感觉讲日本衫做这个，因为较早有讲，因讲迄个浪人，就是讲有决斗大决斗的时阵，伊就穿这日本衫，头面顶个绑一条刀啊伫面顶，安尼举武术刀，有种感觉。搁内地时阵，搁有迄种错刀金蕉杖，就是一个金小伫遐，伊举武术刀，真个武术刀甲扑落倒的，安尼就做一个无共款的，互吸引观众，观众感觉讲足刺激的安尼是。所以因每台大决斗的时阵，拢会穿日本衫，对无？也听讲每台为什么爱穿日本衫？通常你每台是内地是迄阵讲伊这是为日本出去改编来的。就有诶内底迄出去改编讲是日本出的，搁另外一部分就是讲演员来讲，伊就是较好收，非常之好收，就是讲伊敢爱穿衫去，伊头壳尾若变海角仔头，毋
唔是讲高中头还是啥物，伊就是即摆就是有的人就是讲迄个西装的头，还是讲小段可能面顶加一个迄个揪伫面顶安尼尔，所以就变个足简单的。所以伊就讲伊要收的时阵，上尾出的时阵就上好收，对。英国内底的时阵是上尾一工伊做升级。伊做升级，伊穿西装的，伊上好收。尾咱来外带就是就讲，像美术老师一定会讲到，就是上尾穿日本衫，大家上好收，因为刷戏大家要搁刷位紧的收人，就足紧的。对，所以我若大概做你的戏，我最后迄领衫一定是上好收的，因为我赶紧收，我要来等啊啦吼。当然我想要继续来请教老师啊，就是讲吼，其实在这个歌戏吼，行到即马这个现代潮流，真侪戏班吼，真侪剧团，拢会开始做家己的公演戏，包含老师啊，你嘛是开始做这个公演戏，这个戏出。但是呢，做这公演戏吼，就开钱的吼，做一出新的戏出吼，通常爱开偌济啊？上少吼，其实演员套戏啦吼，有做布景戏台，安尼超过70多万，但是无包括讲做写剧本、导演，还有编剧，安尼开起来拢要差不多要100个啊。对，所以迄就是一般制作拢上起码拢爱100以上啦。何况讲有一个就是搁较大的制作，想要请搁较侪人来做这歌戏，迄是当然迄是。搁爱开搁较济吼，遐呢想要请教祥峰，就是讲，人去找你做啥时阵，你通常会遇到啥物款的问题？当着啥物款，就是讲伊有特殊的要求。有的人讲哦，今仔日我要做一个护理证，我要做一领衫，甲护理有关系。你就爱去甲设想讲，倒位说，互观众朋友讲，知影讲伊这领衫穿出来，伊就是一个护理证。就是讲伊有特殊的设计。嘛有的就讲我身材安怎，我倒位要加较大，有的要加较细，有的要较有腰身的。这等拢是因有伊跟阮的无共款的迄种方法。搁有的就是讲我要较公演化，就是讲伊不爱穿甲遐尼像这种较虚华淡薄的这种的，伊就要穿较缩格的、较笔直的，这拢有伊家己的需求伫咧。所以每一个人看，因为这就是讲吼，因为歌戏的部分伊有私人档，就是讲私人的服饰，所以伊私人的服饰伊都家己的决定的款，伊家己要安怎做，所以就变做大家要求拢会无共款。因为你也像公司人，也是讲咱即摆的公立的行业，伊就是头家讲安怎，大家拢做共款的安尼。都无共款的意思，对。其实对着时代变动啊，咱掠准讲歌戏伊受到别个局长啊，是讲社会环境的压迫。当然这是一个事实，不过一个歌戏一个演出当中，其实伊厚厚的人情味，致使着歌戏的文化，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啊，一直咧产生落去。不离过呢，在这个当今的社会是虾米款的条件来去影响着歌戏的市场呢？但是要休困一下，卡定继续来讲。其实讲到这个歌戏的市场啊，真侪英国一个所在，若伫咧聊的时阵，拢爱请歌戏班来做戏。也因为一个社区啦，一个讲社会一个变化真侪，迄个老厝起起来了后，根本就无庙埕。也甚至有的人讲嫌讲这做歌戏伤过差，伤过差。所以有的啦，歌戏无法度做的时阵，就改做布袋戏，甚至讲迄个布袋戏无做的时阵，有的里面就是家己去唱歌，唱卡拉 OK 来甲迄个新名娱乐。等于讲是在这个庙口的文化，伊是渐渐伫咧缩小啊，也不离过呢，老师也是真拍拼伫咧传承。在进前呢，林茂贤老师甲你介绍，互你去到台中的新田国小，李碧丁老师甲你教3工，你伫教嘛教20多年的这歌戏，即马教到这你讲到歌戏出现断层，这个断层可能有2个问题啊。第一就是可能较无观众，第二就是较无演员，那老师你所认为你的断层对你来讲影响大还是小啊？当然是真正大啦一直无这个演员头好来做歌戏，所以呢，若伫社区你伫咧教的时阵，还有一寡妈妈班呢，来甲你的支援，如果讲若要爱咱戏剧学校的学生，当然你伫小学伫咧推动传承的时阵，因有诶有兴趣，伊会去戏剧学校读嘛。但是这要搁连接起来，嘛是足困难的啦。因为庙口的歌戏总是甲文化场无啥共款，庙口真辛苦，透早你出门，就是甲暗暝暝倒转来，吹风拍日，
吼，啊，你文化场的毋是啊，你就是会当当冷气卡来套歌戏，免去受到外口，吼，还像即个天气遮尔啊热，你搁一点过一点，穿甲汗流衫滴，吼，啊，搁来就是讲做歌戏，你无平均无迄个做即个固定的收入，所以囡仔会感觉讲行即个路，后摆我敢趁有食，吼，所以才会愈来愈无讲，足侪人意向伫即个庙口歌戏伫咧做，嘿啊。当然就是讲吼，第一啦，这其实是市场萎缩啦，像我一开始讲，只要是无观众的时阵，自然庙方就袂想要请戏，啊，无想要请戏的时阵，歌戏就无收入，啊，无收入就开始一班一班就是渐渐啊收掉啦吼。所以其实呢，嘛是爱鼓励咱的观众朋友啦，就是对咱的台湾文化，其实爱多多的支持啦吼。啊，当然要来请教到双方一个问题，就是讲。自你所研究这个歌戏啊，自英国到今嘛，歌戏的精神，吼看起来，好像是一直在改变。不过你认为，这其中咧唯一无改变的精神是啥物？其实这要讲起来，其实歌戏就是伊上无改变的精神，就是一直改变。因为伊非常歌戏非常的，就是会当去吸收无共款的戏剧的文化，也是讲即摆流行的啥物物件。比如讲较早内地的时阵，今仔明仔载新闻事件，伊就可能把它编做故事来去演出。啊，伫外口迄个时阵也是共款的，有个人看到一部好看的电影，伊就来家己改编做即咱歌戏会当呈现的部分。所以你若是不管是伫即个外台戏的名戏也好，还是讲咱市内的公演来讲，拢共款的，大家拢会去吸收无共款的文化的物件来去做改编，然后去做即种的演出甲伊的演出的部分，就是安尼是。对，所以其实歌戏伊所不变的原则就是一直改变，一直吸收啦。对，佮亲像大海共款，甲每一条溪流的养分，拢全部都甲伊吸入来吼。也其实今仔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老师啊，嘛要甲你鸟一个啦吼，就是讲小金鸡歌剧团哦，就是伫要60年啊吼。也其实做即集的时阵，我去老师遐拜访吼，我见讲吼，恁兜戏馆啦吼，迄个戏吼上无应该有200-300出遐尔会济啦吼。啊，当然啦，是毋知讲老师你未来有啥物款的心愿，继续想要来传承，还是讲其实你在戏学的目的下会当办一个展览啊，互咱更较侪人来详细了解到这个歌戏后代这个文化咧。对，我就想讲啊吼，如果有机会啦，当然会当展览遮的啦吼。而且伫这个团庭的吼，人就是讲老的你若无收，少年的伊就无可能来出现嘛吼。啊，我嘛希望讲有一寡少年人会当搁家己阮小金鸡歌剧团。嘿。啊，即马嘛做一个教室，团庭是我最大的希望啦。对，啊，甲遮个学习，以早妈妈所留落来，会当做一个展览，嘿，安尼。对，啊，其实咧，讲到歌戏的文化是万底深刻，咱所期待就是花开满天芳，结子才惊人。也今仔日带来观众朋友呢，初步了解到迄个后代歌戏。事实上呢，这后代文化是万底深刻。若准有兴趣呢，会当对着老师来学歌戏；啊，若准学了有兴趣，也会当找双方来做戏学哦。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非常多谢，感恩。讲到一阵歌戏的传承者，因将文化生命藏伫遐，伫咧背后靠认真拍拼、用心演出、用心拼，特别拼出歌戏的好名声。会邀请观众朋友继续支持歌戏，若看到歌戏，互因掌声甲鼓励。会邀请到咱观众朋友咧，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恩。